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昨暝伫台中的中央公园来放国庆烟火，因为临时提早20分钟来放烟火，结果烟火是变怒火，民众骂讲这是史上上烂的烟火。本地这个放烟火时间是暗时的8点，因为总统、市长等等的贵宾拢短致辞就来结束，怎啊提早20分钟来放烟火？现场超过37万的民众，大家拢无心理准备，拢硬去，有的人甚至还佫伫咧变数。再起，台中市议会嘛临时甲议题改为检讨烟火，议员嘛是骂甲扁，有议员来质疑，要提早放烟火是安怎拢无通知咧？阁有议员来问讲，到底是一下令要提早来放烟火？市长卢秀燕坐伫咧避顺台，表情真沉重。原本讲好暗时8点接放国庆烟火，却提早20分钟7点40分放，互现场37万位民众拢袂赴欢迎。突然开始蛮错愕的，真的。原本还在挑东西，然后突然就放了。有些人可能还去厕所。你多少也要说有一个时间去配合一下。为着国庆烟火，真侪人为外县市提早4、5点钟来咖啡，结果烟火提早放，也无大声讲，错过真侪精彩画面。民众是嗨惨，市议员无拢真不满，伫咧市议会大声讲。8点开会7点40，我7点50要看直播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做过啥无？都不重播啦，提早20分钟，这个我们要好好的检讨。那中间难道没有电档的活动吗？难道大家没有去思考过8点准时释放的意义是什么吗？卢秀燕坐伫咧避顺台头前，拢无表情。市府解说，烟火提早放是因为为表演提早结束，加上总统蔡英文、立法院长游锡堃和市长卢秀燕致辞缩短，流程才会提早行。不过真侪民众认为放烟火就应该照时间放，提早放到底是什么指示？应该是现场人员所做的判断，所以这样的一个瑕疵呢，我想我们当然是予以致歉。国庆烟火提早放，原本预定的无人机表演嘛出状况。无人机摆出相识的图，这个时阵有几台偏离轨道，变换队形要摆出一个人时，外形摆好势，无人机煞向飞尾下边，就亲像游气伫咧天顶消失。无人机表演原本预计10分钟，但遭大变化，升起咧天顶无到3分钟就风干了。也不晓得它的意图是什么，也有可能是捣蛋的，对，但是也有可能是不怀好意的。是现场有总统，有国会的议长，国安单位要紧张。市府讲超过20台不明无人机伫咧会场天顶，实际看侦测机器煞有50-60台。警察提干扰气管，不过数量伤济，尾也无人机到达烟火表演，马上强迫取消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